現在咧，全球嘅投資市場咧非常之熾熱啦，有唔少人咧都希望可以揾到一啲投資機會，咁為佢哋咧未來日子鋪路㗎。咁澳洲股票市場咧就係咧我哋最貼身嘅一個問題。咁究竟澳洲個投資市場或者股票市場究竟有幾大呢？咁我舉個例子啦，我哋澳洲嘅基金市場咧，其實就係全球第4大㗎。只係僅次於美國、盧森堡同埋法國嘅啫。咁至於我哋澳洲嘅股票市場嘅市值咧，就更加係咧全個亞太區之中嘅冠軍。咁呢個市值咧，我哋通常就係講叫做自由浮動嘅市值。咁我哋有咁大嘅市值咧，咁其中咧我哋一定係有啲特別嘅行業咧，其他亞太地方咧揾唔到，咁我哋咧先會令到我哋國家有少少嘅特色㗎。咁我哋咧澳洲咧最喺亞太區裏面咧最為突出嘅行業咧就包括當然就係我哋嘅礦務股啦，我哋有全世界最大嘅礦務公司，同埋咧醫療行業啦。大家唔講唔知喎，喺成個亞太區裏面咧，唯一一個國家全世界對醫療嚟講咧都會有信心嘅咧，就係淨係得啦呢個澳洲嘅啫。咁所以咧唔少亞太嘅公司有實力嘅話咧，佢哋希望可以商業化佢哋嘅產品咧，都願意咧嚟到澳洲上市集資，從而咧希望運用咧澳洲嘅架構咧，將佢哋嘅產品咧推出全世界㗎。喺澳洲咧另一個最熱門嘅行業咧就係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咧喺澳洲嚟講咧，就應該咁講，就話喺呢個亞太區嚟講咧係非常之舉足輕重㗎。咁以上咧3大行業咧就支持住咧澳洲嘅股票市場。而另一個原因點解澳洲嘅市場會做得咁好咧？就因為咧有一個連續15年嘅澳洲經濟增長。咁喺現在嘅政黨執政之下咧，我哋亦都見到咧非常之鼓吹大家放多啲錢入去呢一個退休金裏面，亦都係變相咧支持咗咧個市場有一個穩定同埋高嘅增長㗎。